我利用木漆和一些美甲饰品，把这个平平无奇的二手茶架改造成了贵气十足的中式多宝格。最近逛海鲜市场淘了个二手的实木茶架，改造了这么多中式家具的我，怎么甘心让它只是个原皮呢？买了几种木漆和一些中式古典的美甲饰品，准备给它低成本爆改一下。先把茶架的表面简单打磨，调个松石蓝的颜色，给它的外框架刷上木漆，中间的层板就刷上象征着吉祥美好的朱砂红，底托就给它刷上黑色。干透之后，就用这种敦煌浮雕美甲贴纸前后贴上一圈，这精致的小感觉立马就上来了。再用胶水点缀上凤冠霞帔的钻饰，留白的地方再沾上一些古风的景泰蓝配件，再叠加一个超美的蝴蝶珐琅胸花，然后再来给层板贴上一对锦鲤金属贴纸。为了再加强一点层次和精致感，再给层板安上4个灵魂的黄铜护角，给茶架注入更多的贵气。这样一个低成本打造的富贵感中式多宝格就大功告成了，金光闪闪，精巧华丽。虽然比不上点翠和描金的精美，但小成本出大效果，用来放一些茶器和文玩彰显雅趣，那也已经很养眼了。搞掂晒，收工。